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8月16日，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投靠神的承载力。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要来祷告的金句记载在诗篇16篇第1节。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投靠你。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而是用来承载人生。这是很有名的杨牧谷牧师，他在患了疾病时深深领受到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临到的原因，因为苦难的原因往往对受苦者而言是隐藏的。反过来说，信仰却能够使人在苦难中承载生命，让生命变得更精彩。他用承载而不是用盛载，相信是因为这是一种让生命提升的动词。信仰让生命提升，好使人生在面对人所不能面对的苦难，而解释的心态却是过去式，为人生种种的苦难做诠释。这不能带来生命的提升，只会把人生停顿，让人活在事后诸葛的种种遗憾中。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苦难啊？其实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啊，真正是大卫的苦难。我们来回想前几天我们这个脉络，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章是跳的，不是依序，因为我们在安排的时候它是有个主轴的。我们这个主轴，我们看到大卫他被膏立王之后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他的这个被膏立到最后真正成为王的时候是很奇妙的不是马上，可是他却是被膏立之后，神与他同在，他就有那个爆发力，以后引起了当时候已经有王的扫罗王。那这位主是很奇妙他要膏立大卫，怎么不等扫罗下位之后再来呢？而是膏立大卫是在扫罗还在位的时候。我们记得前几天读的吗？这个连要去膏立大卫的撒母耳，他都怕怕的说，哇，那还得了上主跟他讲说，你现在去膏立大卫，他说那扫罗知道了，那不是要我的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只能说这位上主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他才这么做。他要形成一个，要模塑一位王，而这位王是要能够合神心意的真的不是3两下。我们的生命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就来看21章，是大卫他要逃避扫罗我们已经看到扫罗已经发狂了这个呢是嫉妒的心使人发狂了。于是呢，我们今天跳到21章，看到大卫他逃到这个亚希米勒祭司那里去亚希米勒他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战战兢兢，因为大卫毕竟是一个武官而他竟然独自来到这里。那大卫当然是不能告诉这个祭司事情，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知道他应该也是怕这位祭司将来被扫罗秋后算账之后，那就不得了了。大卫或许有一种心知说，不知者无罪所以我没有让你知道事情的事情。那么他跟他要吃的，而这些吃的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殿的饼那么当然说，我没有普通的饼，我有圣饼那如果你的部下没有亲近过女人，可以拿去吃。那么祭司他当然就给他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知道大卫他会去直奔这个亚希米勒的这个祭司的原因，
应该不是只有要吃的。我想大卫他想要问神啊，因为他想问祭司，但他还有一个心愿，他希望他这一路可能要逃亡的旅程，他可以从神的圣殿开始。还有他要再次确认这位主有没有跟他开玩笑。他让他赢过歌利亚，人生的爆发力开始之后，现在所面对的却是苦难的，哇，一番一番一番来。他要一个确据，所以他来了，除了要饼跟祭司，当然祭司这个时候没办法太讲明。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夹杂的21章的第7节，扫罗的畜牧长以东多益那天刚好在场。其实这里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扫罗他有亲信在这里。畜牧长其实意思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算是经济部长经济的，那么他应该也是扫罗的亲信，而他刚好在场。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局面多么的诡异那张力有多大。我们也应该相信，可以推知这个祭司他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一定领受神的指示，他也没有明白的对话说，但我相信他的肢体一定是有表达，让大卫知道其实有不方便说的地方跟危险的地方。那么大卫他就只是来这边简单表面上说你这边有没有矛或刀？王的命令使我仓促上路，没有时间拿我的刀或其他的武器。那亚希米勒就说有啊，正好是你这跟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时候的那把刀拿在这里呢，是唯一的放在约柜的后面。那么这是一个印记。大卫说，给我吧，没有比这把刀更好的。他拿到之后马上就离开。我们从这个字眼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卫他非常清楚这里是他民主的地方，但而且是所谓圣的地方，但却也不安全。那么他就开始逃到哪里？逃到敌人好像感觉是最安全的地方，亚基王那里，加特的王妻亚基王那边说他在逃难当中，其实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计划，因为大卫他逃亡也是非常临时的，他是需要有圣灵上帝的带领才有办法。他觉得他应该要逃到敌人是最安全的地方，但看起来好像经文当中也是错了，因为他来到这里的时候竟然有认得出他，说你不就是这个大家妇女们在唱跳的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吗？哇，12节从这个谈话中大卫听到，他心里就害怕亚基王，于是他就装疯卖傻啦他能够从敌人的这个手中赶快来逃脱所以亲爱的大家，我想今天这个章节实在是很让人惊心胆跳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卫他真的实在没有办法预测到自己有这么一步，他是需要投靠耶和华，而这个投靠就代表着他是逃亡，他不单是为自己的生命而逃，他甚至他想要有一个知道向着这个生命的源头的力量来奔跑投靠，他要知道投靠生命的力量在哪里。这个过程中他真的是第一站，他要到了这个神的这个会幕当中，而他知道这也不是一条路，所以他在他的诗篇当中，他诗篇16篇可以算是一个经篇，也是可以来知道他的逃亡的过程。他就是一心一意说，神求你
保护保佑我，我来投靠你。投靠就是一个旅程，因为其实就是逃命嘛，就是一个离开原来所舒适的地方，他要投靠，他现在生命出现状况，我们不是投靠人，我们要投靠的是这位神，因为这位神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当我们投靠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承载力。我们信仰不就是真是给我们来成长我们生命的吗？信仰绝对不是让我们来解释人生，好不好？我们来默想，生命的承载是你我生命中面对苦难的一种力量吗？这个力量的来源在于什么？我们如何锻炼这种力量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使我们生命中有力量的主，你是我们投靠的对象。我们生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像逃难一样，因为苦难好像一直在追着我们，但主，你总是保护保佑我们，你让我们的生命有承载力。当苦难来时，你跟我们一起承载这生命中的不容易，因为主，你跟我们一起努力，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有神的承载力，因为我们的主让我们靠哦。我们明天见。